公子真心大名，夫上那里，为何在此先造不成？你隐藏带枪，似乎为的假象。这，你为乡团母万须宿舍，得给银子苦做还费。哦，不，哎，恩人，我有话请讲。方才这位恩人拼死相救，我早已死在那七日棍棒之下。小弟一个愚兄你就进来，这是不管高才。哎，与你相交真行无益。我年18，我虚长2岁，此次你我得天一拜。好。表兄，你匆匆滚来，还有何事？表弟，你见我燕山王府的亲，路途遥远，累你举手，你亦不开，故而得来送你一程。谢表兄深恩，有劳相送。哦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刚就叫的你的方公子，这位是我的表兄张宽。天色不早，小弟告辞了。力度小心，后会有期。表弟，哎呀，表弟，你若不见官王府看好门，
王小姐容易进入飞花阵，此一去盼得高清不凌云，从今后啊，富贵荣华富贵相依生啊。表弟，父王为你担心啊！担心什么？表弟，你父母丧亡10年与王府举断往来偏陌生，此经历一双空手去头天，你若不拿回家里身，请表兄上欢喜，我与那真子宝山为平安。我见识好，表兄请看。哎呀，稀世珍宝，难得见到，难得见到。哎呀，不好，表弟，你狼。狼在哪里？哦，狼在这里啊！狼在哪里？表弟，快到，快到！表兄，狼在哪里？狼在这里啊！巧计得得，真自大，冒名顶替，去高清好。
爷姑爷到。哦，老夫落日大人沿袭原来道路，怎能喜上加喜，夸夸有趣？是，有请姑爷。岳父大圣在上，小婿杨玉成大礼拜见。上门申请，与何为别？哦，为民愿有真子报上，岳父请快。快来接过两位大人。是，小人杨玉成参见两位大臣。免礼。这位就是燕上园林方大人。是，拜见方大臣。哦，起官起官。王大人，贵须英俊非凡，因此文在山中，前程无量啊！请两位大人话天用句，请。此情可中高级来啊，与翁君到身啊欢，身无分外来登城，一路若是门上苦于生财来了。你是何人？到此作证。小生杨玉成前来对亲，有劳通报。怎么又来了一个杨玉成？你且稍退，有请老爷。请老爷门为杨玉成就见。啊呀，岳父，想我那家乡年年祸乱，应算是亡命之徒前来冒尘关亲。言之有理。下表在把他轰走。是。这是为何？杨玉成早就来了，你尽管冒尘关亲。呀，这个定是张焕他害我，只还有冒名对亲，给我闯进府去编一个真假。去不得，去不得。杨玉成拜见岳父。都大胆刁民，尽管冒任关亲，该当后菜。岳父，我乃是真的杨玉成。哈哈哈
杨玉成好好在此，你尽管以家乱人，冒认官情，难道你不要命了？你这股衣冠禽兽！岳父，我是杨玉成。岳父，我乃是真的杨玉成，他是假冒，他是假冒，他是假冒。嘿，两个都在杨玉成，哪个家来哪个争？老夫为官受尽人，派来公安手交办。三女争执难决断，亏是不便总法争。当年相争为平等，真子上是我亲手送衙门，此珍宝是无双难将吗？谁也报应谁是真？哎呀，岳父，这真子宝杀乃是我亲手捧场。严氏放心，老夫那位张官里的圆缺好人。岳父，你可曾岳父与何为比？未必原有真子宝山，谁知被他花言巧语骗走之后，呸！你又不是3岁孩童，岂为上当受骗？岳父，乱叫岳父，瞎了你的双眼！岳父，岳父，张宽，我骂你这张宽！你，哎呀，岳父，他骂你是长官。长官就是吞官，吞官就是昏官。来人呐，将他当他父去！岳父，岳父，岳父，你与我狠狠地打！好的，与我狠狠地打！他为戏下了言，刘子生发苦灵送，我把家岂能上小计，无杀你他神通
将地书吉凶派。上乱读乱写，难道你不怕我家老爷忽然降雨，再打你的板子？还愿不罢，恨气难消。哎，你愿望写在墙上，有啥用呢？我要让小姐看到我的死去。我家小弟回到这想我嘞。邱大姐，你是何人？啊，你问我嘛，你听了。写到黑道雷上打雷响，王府小姐离不开我，谁人不知我小丞相？原来是丞相大姐，请受小生一礼。哎，不公当，不公当。哎，不知你有啥愿望？大姐呀，王夫儿在来对亲，一个家来一个娃子，谁知真的便接下去，家的竟当作所上宾，大姐既是乖方女，肯去慈悲是茶饮，眼前我郎做泪冤，请你做个来我看他气度不法，貌英俊，不想为敌做大臣，上恩帮忙修若意，母亲能来一旁观不离。请公子等一等，待我把此情报与小姐听。多谢大姐。哎，我还不知小姐的心思。再说府里已经来了一位姑爷，要是被老爷晓得，我是何担当得起呀？哎呀，这公子，我看你还是忍气吞声，委屈算了。啊，没用小姐，你可知情吗？哎，小姐不知想为还有一个姑爷，要是上当受骗，误了终身。哎呀呀呀，这。公子，了几十年事情唯一能把恨家别，你先
姐，是今母是落难之身，身无分文，到此去安生哦。哎呀，公子，你来看。夜明雨中是雨呀台，是内无人多自悲。你上天安生在不美，披上袈裟把菩萨陪。每日向往把木鱼敲，眼睛不停看花香味，小弟嘴开花会，我因他愿中与你来相慰。不谢他心，不谢他心，不谢他心。
你快将这事情都当实了。哟，是谁的事啊？我不告诉你，叫我快快，叫我快快嘛！丞相，哟，原来我是故意的事，难怪小姐这么爱他。你不要装糊涂了，这事情哪里来的？咦，事情在你手里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要不是你拿来，难道是老天爷送来的？老天爷哪有这么好的热心呀？老实告诉你吧，这是我拿来的。啊，丞相，你做事好无赖，替人传事他不给。小姐呀，我啥不把事来做，不一定说将我归。自己我替他把了胎，你又怪我胡乱来，我好比老子钻进风箱内，两头受气真太阳对，小姐呀，丞相受气万不爱，不义的心事，你须记开。丞相呀，这事可是他亲自写，是他亲手写出来，其实可是亲亲，还是我替他母妈帮也。容貌随便，心为改，人事俱过去，情为他倒是府里的故意，请别写。哪晓得写诗的故意早被当成在府外，到此况府外的故意是真人情，府里的故意是毛配，老爷小姐多生鸦片，丞相你真把那的来解开。这月几多呀开，尽了事与欢喜来你猜，此今故意在府内，你又不明着与他，你是大胆才
上生计，银子八百无比满户做生意，花钱越小气，请我在疼他的心。今朝莫喝，我随起身坐上玻璃莲花间，指望小姐东方天鸳鸯的烟火落不用姑爷，小姐来了。小姐在上，若趁这下有礼了，怀礼。姑爷，小姐请你代替作诗一首。啊，要作诗，要夸。哦，水莲，怎么只有这两个字？水莲，姑爷，你真来对了。哎，读书之人，言诗达德，以后难哉。哎呀，以后难哉。那你快坐呀。啊，水莲，这与三寸金莲，哪里来的水莲？观音小姐所莲来。姑爷，再有观音娘娘，你怎么变了观音小姐？娘娘们原先就是小姐，小姐有了是一郎君，不就是娘娘了吗？小姐，姑爷的第一句是观音小姐，这第二句，这第二句，谁这雷子送喜来？姑爷，谁这雷子的是扬州观音，送喜来的是松子观音，你怎么混在一起了？又要扬子，又要松子，不上忙一点，有啥关系啦？这第三句，荷花那里无用美？姑爷，荷花不就是芙蓉吗？在字上面加上一横，不就是小姐的方面没用了吗？姑爷，做事我要翻书。你不要逼我啊！这第四句我实在是想不出来。我还是在书上抄上一句算了。佛门
进士为君开。小弟姑爷写好了。小弟，姑爷，小弟请你连带。啊！我要带哭，听好。小姐的上联是连生育女不算无，连生育女不算无，连生育女不算无。哎，我得日有3年为当官。红莲庄子有人猜着6岁，红莲庄子，他伺候我得把，他出早我得好。听好，把鱼灯塔乃是越喝越香，越喝越香哟。当年是在罗城乡，君婿再不了崔模样。昨日好事比他做，王妹有你王子英，真是良。来用嘛，我这边判刑，人高才我不满8对，也有7对。难道我落了马甲，出了村？瞧你美，老爷为何？寸金岳父他曾，老夫宋克刚为你在此做事。哦，小婿在此做事啊！哦，拿来我看。岳父大人，你为国为民，日夜操劳，望是保养精神要紧，望是娘我来念及你听。连生于你不算无，玉露阳光正月半，自必点出满自己，真知万大杀才见。好事，好
好事。此事举起用心瞧，花来花在石壁笑，结着人子看着错，却原来他不算应该算细苗。小曲草布一半月，迎到旁两笑，白灯去亮风中双，女双膝不恰巧，不解岳父。烦恼了。小弟，我们到花园荡秋千去。我不去。那么宽进你去？也不去。小弟，你最最喜欢，最最想念，最最泪涟的荷花。那荷花为想你紫银旁，今早开得本为早。荷花一年一度雨开了。小弟，我们去看几朵来。
在天。两位小弟需要委屈，小弟你来开老爷们当中亏半多千里月小发，先看来没人家，只挂妻在一家一家。你曾花三把金佛也要办，三朵花苦度年华必凋下，百花开冰花那边花雨，千娇宝妹的金莲花，小弟今个不狂花，皆为丞相不为了喏一朵花，三岁扎起君子郎小弟娘送你朵浪花，丞相拿我来洗澡，去到来上关去不用慌，姑娘我今日要叫你当，小弟你来当呀哟，小弟你来当呀。小弟你来当呀，小弟想当一朵迎香花，丞相不要再了，快下来吧。小弟想上也有好话，你快来呀！上墙狂花，成何体图？赏花人士，粉醉也是。哎呀，小弟你快来呀！
你头发。喂，你这个出家人，敲木鱼不宽宽神光，不宽宽地方，这是为何？我家小弟正在想呢赏花呢。哦，你看你的花，我敲我的木鱼，互不相关，何杀此话啊？你敢骂我家老爷？骂老爷？比起王府，我骂你这王红宦官啊！小弟，他骂起老爷来了，对他骂些什么？哦，王红官为朝廷官，有啥不然精通武装，身杂为西江武大。文官当朝民心狂。喂，我家小弟没有得罪你，你再不为罢了吧？马小弟，没用小姐，你好无字言。小弟，他骂起你来了，骂我替他骂些什么？小弟，你快上来与他禀过道理。为什么这样老实？你我同年一岁外，耳鬓厮磨两啊心欢。历代讨教今不知，即使不为太医黄。你想他在实些什么呀？哦，他生与世界里你没有为意，他做什么事呀？喂，你这小弟什么事呀？尘不应应，后自别。若见苦生，一相连，实在情丝剪不断，花江之茶苦难解。他脸都不带，面到脑海，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，你还不接着？不行。哎呀，我的刷子掉下了！喂，小师傅，请帮个忙，接一接。哦，来啦，来啦！便知去是快，梦里常见当年眼前更显影子怀。小弟，我拿来的诗，你倒是谁写的？你说是他亲手所写。小弟，我说的他不是府里的他，侬是说府里的侬。
小弟，难道你怎么是当年的二傻姑吗？二傻姑，二傻姑，二傻姑，小弟当心。二傻姑，你我当年相见，何日为信？您是对答为信，请查上列。红莲尊子，一人采杂落水，愿女神仙，快我远居上岸。迈步于远，今年华并非当年华，并肩照应，水中人竟是梦中人。此家年密度，愿君子此心不坚。登门拜观音，这寡府上花墙太高。公子没有。此些年望叫你等，你不该看破红尘失空门，没用你需要我曾是千里奔波来还魂，来还魂，走大门，不该与他在花墙根。我大门拜见老张生，他不给不生养我成，订婚聘房真子塞，居士扶丧是天
原来没报与黑命，杀人强盗百死压身，二傻瓜出关里，坏坏途中遭难忍。你快到我父面前去增加分啊！你父亲发了昏，杀人罚站不生神。将凶案当作东厂看，反将我一顿滚滚滚他雷勇啊，金沙相见无别去啊，自保你把臂无压和牛我该走了，今夜不要放弃。
原以为王府的亲没事成，想不到他死里逃生对我们，杀不举枪心的话，我张宽师傅逃生也难成，也难成。今夜设下敲击擂，三更时分在花园灯，这得丞相送迎来。呵呵，杨玉成啊，杨玉成，你叫你移花接木当才名，当才名。见姑爷先来，丞相，姑爷在此等候你多时了，长宽。
凡人杀死，身边有短刀一把，银子一包。凶犯可以抓子，是他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嫌犯冒认官情，今夜谋财害命，来人呐！与我拿下了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洗到安排的时候啊，老爷，女儿她曾相识不曾心怀，谁知被尘埃杀害，心中悲愤难被切，恩兄万金铺美梦现无罪，他是逃一天不把兄犯杀，他一天不怨唐来悲。丞相本是下级辈，哪管后脸尽一亏，方坤是我所下官，兄们请看定是罪，今日会卡子朝来梳妆摆他，不可无为。老爷，方大人到。父臣请回。请。王大人，方大人，今日小女晚婚，下官得来讨候。小女与贵后老官应当的呀！方大人，下官在。丞相被杀一往，你连日辛苦，想必深察意料。大人，此案快来案中于案，下官得来向大人请教。兄方当场诈日，凶器庄正俱见，定案为何难啊？大人，当场诈日的不是凶手，上门头请你也不是贵婿。方大人，那日我去随堂正常政治包山，老夫当众管宽，你也是宽到的呀？宽到的，却是不正身家。方大人，谁是我女婿？难道老夫心不诚的？我要你来指点。大臣。早做单，多亏了丫鬟传私信，小菊桃花香味，一道你千真万确难谎骗，真因小菊情理从也怪
经理。此时来，你竟是为了找我而来？正为找我而来。问一问小姐，山路杀车真相见？方大人，老夫一向自家年龄，小女又是知书达理，岂会做出这伤风拔俗之事？大人，花园相会并非乐理，参议真营又是高言呐。方大人，老夫再三讲明，难道你还不信？这个大人请看。此乃我父之法，你从何而来？听贼王之言，此才乃小姐所证。哦，竟有此事！弟弟，方大人所言句句是真。你这岂有此理！丞相传旨，公子早冤，兄虽在府，逍遥法外，据弟弟明鉴。你还被我下去！大人，下国之言属实，小姐之言不错啊。你不错，他不错，倒是老夫错在女婿不成。正是，凶犯当场诈子持家，难道又是老夫冤枉好人不成？是啊，是啊，放困！这也不是话荒大，当得老夫少离教。啥比老夫叫我们哪来你头上的乌纱帽？为官不能惜民怨，何以忠心报当朝？所有一步踏根，正得黎明，把真凶教。呀，方大人，老夫甚至你为官清正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再将你留在燕山，难道你非我所罚？这个此事请大人放宽其言不？实在放宽其言，老夫定在罪名身上，是你个包庇凶犯之罪。告辞不受。王小姐，你方大人，你可知公堂一叠字，黎明反必须。小姐放心，遇到是刚到3块，不在无罪自审。此事今日瓜分劫财，小姐你不劳大人操心，我事与愿备。这就大人细心记住，请把不才自审。这是下过殷勤之责，多谢大臣。有请老爷。老爷今日两人一道。哦，吩咐下去，挂灯结彩，红砖铺地，请新人出堂，摆堂成亲。请新人出堂，摆堂成亲。何事情况？小姐不见了。
啊！来人呐！快去寻找，快去寻找！床非是尘，时时句句诉冤情。王大神，这乃他当的是用不领情，堂上此爱查不清，也请不不顾身，堂上此案审不明，那王小姐杨罗不肯张终身，安情浪得定。襄阳百遍
弟弟，弟弟，哦，我回来了，儿拜见弟弟。有什么事嘞？我儿此番回家，你母在家可好？母亲在家甚好。你一人远行，路上可安？哎呀，弟弟，途中风险，一言难尽。此话怎讲？龙女七日先遭报仇。那你又说特些呢？幸亏来了个杨玉春。杨玉春，是啊，他不顾自身安危，平时与七日相报，久了儿又以人良相认，儿放在死里逃生，未想推磨呐。这个杨玉春一归章，真是位好人呐。是啊，因此儿与他结为生死之交。好，不知他现在哪里？巧得很，他来燕山王大人府中投亲来了。原来是他。弟弟，你去王府道时见过他了？哎呀，儿郎，这个杨玉春已莫人远去，还在我死牢。竟有此事，这是他的安脚，你去看来。气得虎纹须，弟弟，弟兄早日不问冤不求，弟弟快喜庆。为父早有此心，这是王后刚必死哟。弟弟，幸会儿与你兄一结。今阳之交，理当一结。家园在，传我之令，带杨去趁黑党来见。是。恩兄，燕弟，恩兄，燕弟。若在气难平，恩兄啊，途中一别为故里，常把恩兄挂在心。啥不是恩兄平时相聚我早就成了因事人，啥不恩兄当你人怎能得一路回乡团娘亲？恩兄他你永难放。我定要恳求弟弟查明真相，怎么元凶还一股清白身
来去意，有才知参详传子在后花园，岳父他将我当作兄房恩兄言弟，他兄弟二生所中情，不与本官来离。弟弟就弟弟公对儿啊，为母高将换金锁，接着接希望未到我心难平。哎呀，真要接后人了。今日批文答哦。现在你的冤枉失血于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弟弟快快！今日礼部监官王洪造死，燕山园里方坤死得聪明，颠倒远近，包庇杀人凶手，谎报设计。今日起重新审案，再在包庇杀人凶手，免责不退。娘。眼见你兄远征海地，凶顽逍遥反胃，难道你失血不成？你现在只在明年大比竟能一举成名，这是恐为济世之灾，却遭杀身之祸，这世道。叔父，千古以来，外在不女之身多得很呐。自古，哎呀，弟弟。再过3月，有日成为，你何不方才你兄上他应试，使得一官半职，罪名深长，喜庆冤枉，岂不是好？自古不，放一个再万自考，千古非有，更何况连来叔父，再是我也非必。我沿着冒险，倒也心关情愿，怕只怕赢不要打才怕，这将我这弟弟，十方你兄父考，儿愿舍身去你替兄诉劳，死而无怨。不，
弟弟，叔父弟弟，叔父弟弟。当定，给予后人来传代。叔父，这官员受死，求弟弟惩戒。叔父，弟弟，叔父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方大人，你可知公道一别字，黎明白的血？燕子，我儿起来！你知进度专用才，你知节约最苦的，儿丢命不丢魂，义无反顾，死不悔。燕帝，我真诚心丧你，恩兄，死不可待，快快在我更衣。家园。老爷，去八股赢了。老爷，
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团建的。团建团在杨玉春，杨玉春，没有没有。举事长宽放请方便。天国老爷吩咐，一概不接。喂，你可知道我家小姐乃是礼部天官的千金？什么千金万金？不接不接。一定要接！哎呀，不接不接！哎，接，在我来。3块，大嫂，还我何事？天官府小姐看你来了。啊呀，不好！嫂嫂知道你兄受害，真是我你的太他手了。倘若风声再乱，弟弟你兄他无难道？哎呀，这。徐水姐啊，姑爷，我家小姐看你来了。公子，小姐，姑爷怎么不理你啊？他为我远水求远去难下。姑爷。用眼憔悴，泪不归啊！你怎能不理不睬，不出声？儿受苦，阿郎君啊！
难同情，此也有后一问。大兴可诉恩兄情，幸得我曾不是良夜夜泪杨林，心心相印好到老，你兄他不是王同是真经，我当时夜间星月被乌云阻，星月是在天文明，我弟兄坐牢实在不冤枉，世界上多了一对争取幸福奋不顾身普救隐形的好夫妻，我真想把真情告诉嫂嫂听，他只怕机关败露，要逃离。走走走走走！天官催征，方大人一令，将杀人凶犯立即绑赴营帐。公子，长官该上路了。走。
我儿本府才要做刀下跪，恨杀官察昏，欲哭江山泪。丁大生，与小教育这般再见一面。与小姐不能见，不能见。是。对，我正来见公子。王小姐，你不能见。大人，若是龙源不应他，生死离别理应当。大人啊，这是你儿陪却他，难道你不想随口快一儿郎？王小姐听了一见公子面，他身子却长的是红青儿郎，可是娘他见一面，我公配一回父王娘。王小姐，你我什么？你他乃是夫妻。不能见。放看啊，昏官！你知道刚到这一块，不但夫财自珍，在这里已经是个超级人民的昏官。来呀，将他轰了下去。放快，此生一刀为我万不战胜。天哪！岳父，我困兄房不想张困。哦，快去快来。是。哎呀，岳父，孤孙不出我所料，兄房不知张困。好，放快！你将这班长到哪里去了？你将这班长到哪里去了？藏到哪里去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人送凶犯，不是你是鸡吗？你是何人？王大人不慎生了，我乃是不服巡案杨玉成。燕子，叔父严查，叔父小姐，公子没有儿子。来就快快送报。是。你看谁来了？燕帝上你受苦了，恩兄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看张坤，张坤早心肠，儿在命上天了，啥时丞相在花园，假冒女婿到府上，金沙体贴没应当，临江湖上这无草房，你早死不早冤枉！来呀，答应死狠！不，我早报上是我掐，丞相是我杀，怪我团结团结谁人啦，一碰上我后你
静好，安静好。嘿，王大人，你看此案，下官问的是后啊。哎，我是谁断兄，老夫谁喜怒？委屈你只管帮他现在傲上对些，更嫌你是当今大英雄，大英雄。弟弟，你真是聪明一时。我是懵懂一时啊。来呀，走！将账款绑到丞相问上，开刀。